觀世音菩薩耳根第一32應之二。若諸眾生愛統鬼神，救護國土，我於彼前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天大將軍即係帝釋所管將，分住32天，各領鬼神，鎮護四方。金剛明以散之為大將，大經云：八臂健提是天中力士，大論稱鳩摩羅伽。此云童子騎孔雀瓊雞，持度竹赤幡，復有葦柳。此云遍聞四臂，足具臍輪，騎金翅鳥，皆是諸天大將。未知此中定是何等，雖未可定，何況菩薩隨機區現。若諸眾生愛統世界，保護眾生，我於彼前現四天王身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四天王者，上升之元首，下界之初天，於須彌山各居一朵，所領鬼神每王2部，共8部眾，救護國界。若諸眾生愛生天宮，俱此鬼神，我於彼前現四天王國太子身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天王太子即係哪吒之類，輔政統攝，誇厄鬼物，護世益人。菩薩身同，先令成就，後使厭離。若諸眾生樂為人主，我於彼前現人王身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往也，人皆歸聖，四鄰肅散，皆人之主，以上化下物無不從。若諸眾生愛主俗聖，世間推讓，我於彼前現長者身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長者具有十德，為聖貴位高，大富威猛，至心連旗，行正禮備，上歎下歸，十德俱焉，名大長者。即係十德都具足，名之為大長者啦。若諸眾生愛談名言，清淨自居，我於彼前現居士身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博聞強識，不求仕宦，居財大富，秉志廉貞，所以名居士。若諸眾生愛治國土，剖斷邦邑，我於彼前現宰官身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國城大若邦，邦封也，有功者封於是。邑即係縣，五官六官各有所典，皆為宰官。斯則輯治邦家，移訓風俗，剖判決斷，民無往來啦。一品以下，九品以上，各有所典，皆名宰官。三台副相，州牧縣長，悉號宰官。若諸眾生愛諸素術，攝為自居，我於彼前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婆羅門淨行、咒禁算藝、調養方法，皆為素術。菩薩乘機現相，長而成之，亦可密而不化。仰觀天文，俯察地理，亦修梵行，四聖一啦。以上為觀世音菩薩耳根第一32應之二。